什麼是乾洗？乾洗是清洗服裝的過程，使用溶劑代替水，因此術語乾燥。然而，衣服仍然具備弄濕，但不會出現水對纤絨造成的影響，例如收縮。例如，經過洗衣機循環的紙巾潰弄狀，但由於溶劑自由穿過纤絨的方式，經過乾洗機循環的紙巾仍然會作為整個紙巾出來。乾洗可以有效地清潔幾乎所有材料，去除污垢、家居污漬、油和油脂以及你能想到的任何痕跡。在一些專門的去污劑的幫助下，我們將在稍後介紹。乾洗和水洗之間的主要區別在於，乾洗可以去除家用洗衣機根本無法去除的某些污漬。乾洗一詞也指服裝的蒸汽整理或燙燙。衣服進機器烘乾和出嚟時，通常在室溫下烘乾，幾乎沒有皺紋，越冷越好。然後對服裝進行燙燙和蒸汽整理，這通常被認為是該過程中最重要的步驟，因為顧客希望他們的衣服恢復到可穿狀態，使他們看起來就像新的一樣。乾洗也的用於窗簾、毛毯、被子和墊套等物品，尤其是那些在家中難以清潔的物品。即使衣服沒有可見的污漬，乾洗也可以去除這些看不見的污漬，例如灰塵、碳基污漬和油污。這些污漬會產生磨料，磨損纤絨，導致衣服的預期壽命縮短。通過保持服裝的形狀和光潔度，乾洗不僅可以使你的服裝保持最佳外觀，還可以確保你從每件衣服中獲得最大的價值和使用壽命。